而家大灣區啲樓價錢真係好吸引，但有5種樓再平都唔好掂手。假如你打算買大灣區啲樓，今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喺大灣區部分城市，幾十萬已經有機會買到2房、3房，甚至連裝修、家私同車位都包埋。有啲銷售仲會同你講，屋苑近高鐵站、近口岸，未來有地鐵，又話保證收租、回報穩定。但買樓最怕嘅，從來唔係買貴少少，最怕係買完之後，先發現間樓按唔到揭，租唔出，賣唔走，甚至連產權都有問題。今集就同大家講清楚，香港人北上大灣區置業有5類樓盤，無論銷售講到幾吸引，都要特別小心。首先要講明，呢條片唔係話大灣區樓唔值得買，大灣區樓價同香港比，的確平好多。而且有啲屋苑嘅交通同生活配套都唔錯，對想北上退休嘅香港人嚟講，的確幾有吸引力。但問題係，香港買家好容易用返香港樓市嗰套思維去判斷內地樓市，例如見到樓價平就覺得跌極有限，見到單位大就覺得抵買，見到近高鐵地鐵就覺得將來一定有人接貨。但內地唔同城市、唔同區域，樓盤供應、人口、產業、租務需求同二手流通性可以相差非常遠，所以買之前唔好淨係問一尺幾多錢，你更加要問將來邊個會租你間樓，同埋邊個會買你間樓。第一類千祈要避開嘅就係產權唔清晰嘅樓盤。買樓之前最重要唔係睇示範單位、問折扣，而係要先確認呢個單位到底係咩用途、咩性質，可唔可以合法登記喺你名下。有啲屋苑價錢特別平，背後可能涉及小產權房、集體土地、違規改建，或者土地用途同實際用途不一致。銷售可能會同你講，大家都係咁買，簽一份協議就得，將來一定可以保證。但問題係，私人協議唔等於完整產權。如果間樓無法正常辦理不動產權證，將來可能做唔到銀行按揭，亦可能無法正常轉售。到你真係想買嗰陣，先發現根本冇乜人接手，甚至連正常轉售都做唔到。所以睇樓之前，一定要問清楚幾樣嘢。第一，單位係住宅、商業定係辦公用途？第二，可唔可以正常辦理產權登記？第三，土地係咩用途，同埋買入嗰陣仲剩返幾多年？第四，項目有冇合法銷售資格？相關預售或者現售文件可唔可以喺官方渠道查到？如果對方只係不停叫你放心，但唔肯提供正式文件，咁就唔好因為平而冒險。記住，買樓第一步永遠都係查產權。第二類要小心嘅就係發展商資金風險較高，或者工程進度明顯異常嘅樓花。買現樓，你至少睇到個單位，知道附近有冇人住，亦知道屋苑大概係咩狀況。但買樓花，你買嘅唔止係一間樓，你其實係買緊發展商未來嘅交付能力。相信佢1-2年甚至幾年之後，仲有能力按照合約交樓。有啲項目會用低首期、大額折扣、送裝修、送管理費，甚至內部認購價吸引買家。但如果優惠明顯高過同區其他項目，你就更加要問點解對方咁急住叫你落訂。睇樓花嗰陣，可以留意幾個信號，例如工地有冇一路正常開工，工程進度有冇明顯落後，現場係咪長期都冇乜工人同機器。亦可以了解同一間發展商其他項目過往有冇延期交樓，或者交樓質素同合約講嘅差太遠。唔好淨係聽銷售話幾時交樓，要睇合約入邊交樓日期點寫，延遲交樓責任同賠償安排係點，裝修同交付標準有冇清楚列明，發展商俾幾多優惠都好。如果延期2-3年，期間你要繼續供款、交租，甚至最後收唔到樓，咁呢個風險真係未必值得你搏。第3類要特別小心嘅就係位置偏遠，靠未來規劃做賣點嘅新區樓盤。呢一類樓盤最常見嘅銷售說法就係未來中央商務區、下一個核心區、規劃高鐵站、政府重點發展區或者大型產業園即將落成。規劃當然重要，但有規劃唔代表一定會起，就算真係起，亦唔代表會準時。
就算準時落成，都唔代表一定有人用。就算有人用，都唔代表會有人租你間樓。有啲新區樓盤示範單位做得非常靚，道路又闊，環境又新，但附近可能連便利店、診所、學校同餐廳都唔齊。夜晚可能成個屋苑只有少量單位開燈。如果你係純粹自住，可以接受現時配套未成熟，亦願意等幾年，咁可以按自己需要考慮。但如果你買樓係為咗投資，就唔可以淨係靠一個未來概念。你要睇嘅係而家有幾多人住，附近有幾多人返工，租客主要係邊類人，實際可以租到幾多錢，以及二手樓每個月實際有幾多成交。仲要睇附近之後仲有幾多新盤推出，因為就算個區將來真係發展起嚟，如果同一時間有大量新盤推出，二手業主都可能好難同新盤爭客。一句話，自住可以等，但投資唔可以淨係靠等。第四類要小心嘅就係聲稱包租、反租或者保證高回報嘅公寓同商辦單位。呢類項目通常都係用幾句說話吸引你，例如5年包租、每年固定回報、酒店式管理，或者買完全唔使理。對於香港嘅買家，呢啲說法特別吸引，因為大家會覺得自己唔熟當地租務市場，有公司幫手打理，好似方便好多。但聽到保證回報，第一個問題唔應該係有幾多厘，而係邊個保證？提供保證嘅究竟係一間有實際資產同營運能力嘅企業，定係一間啱啱成立、資本唔多嘅管理公司？如果管理公司停止交租甚至結業，你可以向邊個追討？另外有啲所謂回報，可能一早已經計入樓價，即係你用高過市價買入，對方再將你自己俾出去嘅錢分幾年包裝成租金交翻俾你。包租期內睇落好穩定，但包租期一完，個單位實際可以租到幾多錢，可能遠低於當初承諾。買之前亦要問清楚，單位究竟係住宅用途定係商業或者辦公用途？唔同用途，水電費、管理費、稅費、按揭條件同轉售市場都可能唔同。記住，租金承諾唔等於市場租金。真正有價值嘅物業，就算冇包租公司，都應該有真實租客肯租。第五類就係除咗近香港之外，其他優勢都唔算明顯嘅樓盤。好多樓盤廣告都會話高鐵幾十分鐘直達香港，或者1個鐘就返到香港市區。但大家要留意，銷售講嘅通常只係架車行緊嗰段時間，未計你由屋企去車站、入站安檢、候車、轉車過關，再由香港車站返屋企嘅時間。所以你真正要計嘅唔係車站去車站，而係門口去門口。假設架車只係行30分鐘，但你由屋苑去車站要20分鐘，等車同過關又要40分鐘，落車之後再轉港鐵半個鐘，由門口計起可能已經接近2個鐘，仲未計繁忙時間、節假日人流同埋每日交通成本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如果一間樓主要只係方便香港買家，但對當地人又冇乜吸引力，將來二手市場可能會非常窄。你要問自己，除咗香港買家之外，當地買家同租客點解要揀呢個屋苑？真正有需求嘅樓盤，應該同時有本地人口、就業、交通同生活配套支持。講完5類高風險樓盤，最後俾大家一個簡單檢查清單。北上買樓之前，最少要檢查5樣嘢。第一，查產權，確認單位用途、產權登記、土地剩餘使用年期，同埋可唔可以正常做按揭、持有同轉售。第二，查項目，睇清楚發展商背景、工程進度、過往交樓記錄，同埋合約入邊嘅交付責任。第三，查需求，唔好淨係睇規劃圖，要睇現時有幾多人住、實際租金水平，同埋二手市場有冇持續成交。第四，計清楚總成本，除咗樓價，仲要計稅費、管理費、裝修、維修、按揭利息、空置成本、匯率波動同埋來回交通成本。第五，諗清楚將來點樣賣。你今日買之前就要問自己，3年、5年或者10年之後，最有可能買你間樓嘅人係邊個？係當地家庭、投資者，定係另一批香港買家？買之前先諗點樣賣，先叫投資；買完先諗點樣賣，就只係希望。總結返，香港人北上大灣區置業，一定唔可以因為樓價平
單位大或者銷售話未來一定升就衝動落訂，產權唔清晰嘅樓盤唔好掂，發展商資金風險高或者工程進度唔正常嘅樓花，唔好淨係睇折扣，要先睇佢有冇能力交樓。遠郊概念新區要睇真實人口同需求，包租高回報項目要查清楚邊個提供承諾，對方有冇能力兌現承諾，同埋承諾回報係咪已經計入樓價。靠近香港作賣點嘅樓盤就要計清楚實際通勤時間，同埋當地市場有冇人接貨。樓價平只代表入場價低，唔代表持有成本低，更加唔代表將來容易賣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呢條片只係一般市場資訊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、法律、稅務或者按揭建議。真正落訂或者簽約之前，記得自行核實最新政策、合約條款同樓盤資料，並向專業人士尋求意見。你而家最想了解大灣區邊一個城市？深圳、中山、珠海定係惠州？可以喺留言區話我知，之後可以逐個城市同大家分析樓價、交通、租務需求同埋邊類香港買家比較適合。我係 Derek， 你嘅北上置業顧問，希望條片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